恩来，请来，请来，伊玛瑞尼，救赎一切的见见你，因修千山是志相信，也他妈心行。第三站，请来，请来，来比相思，恩典的门为咱打开，透早的路为咱开放，端坐世事愿望快乐。好，咱再来串联第二首的圣诗。对，就是那首，就唱那个。先行耶稣对天降临，为咱世间有罪的人，天边的推声来迎，有路成主真多传人，哈利路亚，路在上。为我罪孽放下性命，你被上帝真正是条。这一首曲子是6/8拍子，4副拍子，所以咱咧唱的是，你爱3个音哈。先行耶稣对天降临，有那种的旋律，那种的律动。啊，这条词曲就是咱牧师的阿公哟，郑希盼牧师，对不对？邓启文牧师哈，所以你若要爱了解邓牧师伊的生涯，那请你就问牧师，可能最清楚哈。好来，咱搁一届，就没有好，时间已经到，请咱准备心，上个来练吧。各位兄姐平安。
请咱将手机关机，安静咱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开始今早起的敬拜。为什么咱要点4支蜡烛？第一支提起咱上帝透房甲房前的愿望；第二支提起咱弥赛亚得要来临的愿望；第三支在提起咱玛利亚等待耶稣降生的愿望。点着第4支蜡烛，这是天使的烛，提起咱天使宣扬主基督为世界带来和平的信息。基督是和平领军，互咱甲上帝以及世间人恢复合一的关系。来啊，咱来唱歌学老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咱来吟圣诗41首，请来，请来，以马内利。咱用这首来迎接咱的大君王，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有缘听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的启用，今仔日的启用文是42篇，显着咱来交托。亚西的老树头会补眼，对伊的君会发基，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就是智慧聪明的神，计划甲勇气的神，知识甲敬畏上主的神。一声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伊无照目睭所看来审判，伊袂靠耳孔所听来判断，伊要用公义维护善邪人，伊要用公平保障互人看袂起的人，伊要用裁决做棍攻迫害者，伊要发命令处死邪恶的人，伊要用公义治理，伊要用信实统治。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爸甲山羊仔囝会做伙困，牛仔囝甲狮会斗阵食，细汉囡仔会做牧者看顾因，牛某甲熊会做伙食草。因的囝会做滚。一声，狮会亲像牛食草，食年的鸭仔
会伫蛇的空口佚佗。两个囡仔会伸手入去毒蛇的穴，伫我圣山的逐所在，因一定袂受伤，袂受害。因为对上主的人物会普及全地。这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天父的爸爸，愿感谢你，恳求你用你的荣耀来眷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为专心虔诚来敬拜你。阮的祈祷会得到你的应允，求你赏赐稳定，互阮紧乐谦卑，搁心内颂香的兄弟。主，阮要学乐你大的气力，是你的稳定，互阮会当得到平安。愿对着你的大能力，发出阮心肝底的学乐。主，阮感谢你，全能慈悲满满的上帝。阮知，阮有犯罪，离开着主你的道路，阮亲像迷路的羊。阮常常过头，相信家己的计谋，放纵家己的情欲，干犯着主你圣的法度。应该去做的，阮无法度去做；总是毋应该做的，阮反倒去做。心情会软弱，无力通行好。主啊，求你怜悯阮这可怜的罪人。阮伫你面前认罪的，求你赦免；伫你面前痛悔的，求你接纳。因为这是你带领阮的主耶稣基督对世间人所应允的。求慈悲的上帝啊，求你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压落眷顾阮。主，阮对你献出阮的感谢。全能的上帝，求你时常施落你的大恩，赦免一切反悔归向你的人。恳求你伫逐个忧伤痛悔的人的心内，成就你所要应允的救恩，赦免阮一切的罪，带领阮主耶稣基督，洗清去阮良心上的罪恶，永远来保守阮，互阮有圣洁的生活，通得到对你来的平安喜乐，嘛互阮会当欢喜随时来跟对你，服侍你。听阮的宝贝，主耶稣基督，这时阮要恳求你的圣神来充满着阮，伫阮的当中赏赐阮智慧，开阮的耳孔，互阮有充足的智慧，会当明白今仔日张牧师所要甲阮分享的信息。嘛特别恳求上帝，你甲张牧师三甲伫地，互伊今仔日所分享的信息，成就阮人生的帮赞，成就阮生活的引带。主，阮感谢你，阮将一切交托伫上帝的手，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用靠求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共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在伫以赛亚书第7章第1节以及第10到第14节。我来读。乌西亚的孙约旦的囝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叙利亚王利辛甲利玛利的囝以色列王米迦进军攻击耶路撒冷。毋过攻袂破，上主阁对耶哈斯讲：，着对上主，你的上帝求一个记号，无论对上低的深渊，也是上悬的天顶来。毋过亚哈斯回答：，我毋求，我也无要试探上主。先知就讲：，大笔家啊，着听，恁互人厌恶，减算小可事。恁兼嘛要互我的上帝厌恶，因为安尼，主要亲自互恁一个记号，看咧，有一个少年女子会怀孕生囝，伊要叫做以马内利。愿上帝祝福听叹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是咱要请主日落来学乐，因今仔日要学乐的诗歌是大山可以挪开。
感谢主日咯，真水的歌声哦，主的慈爱永远无离开咱。这时咱要请张牧师来正道，今仔日要正道的题目是以马内利的调头。你要听做平安，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用以马内利来赐福阮，也互阮带着期待的心，搁一摆要来迎旨救主降生伫阮逐人的心中。愿安尼感谢祈祷，靠做名，阿门。大先爱感谢咱的林牧师甲我邀请。互我会当阁有机会来到伫南洋教会，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每一年12月第3主日，就是总会所定退休传教者的一个奉献主日。我伫即个时阵代表团福会来咱贵教会，咱牧长、众兄弟来说谢，对过去到伫今仔日。恁的关心，恁的带导，诚做团福会真大的动力。今仔日也是抬杠节第4主日，伫我牧会遐尼久，我感觉今年有较特别，因为咱通常12月25拢第4主日了，伫周间，今年是12月25到后礼拜日，所以咱今仔日是一个完整的第4主日，所以咱看到咱的蜡烛只有点4支，吼。咱一开始咱会同工也甲咱侍奉3支紫色的蜡烛，代表咱的忏悔，代表愿望，代表宣扬，代表咱的准备心。但今仔日第4主日，咱是点灯。后壁粉红仔色迄支，就是代表上帝的启示，甲上帝的疼，也是讲仁爱的蜡烛。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8节，伊安尼讲：无听的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无听的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上帝就是咱最大的疼。今仔日这2个主题，也要讲退休的传教者，即个团福会，也要讲抬杠节。讲实在是真恶讲，总是2项，互咱会当做伙来思考。上帝伫即款时阵要甲咱讲啥物？当咱咧宣扬上帝的疼，要甲世间人讲。圣诞就是上帝对世间人表达伊的疼上完整的时刻。安尼，咱搁一摆来想，咱伫教会的成长是拢通过传教者来甲咱带领，甲咱养饲。所以2项来做伙来想，传教者对羊群。一款的牧养就是啥物？就是咧效法，就是咧学耶稣基督迄个疼，用基督的疼来牧养上帝所交托的羊群。相对的，信徒也会对传教者、对牧者也有即款的敬重，嘛是因为信仰中间疼的一种的表现。今日咱所读的圣经节是以赛亚第7章先知以赛亚伊受掉是伫乌西亚王过身迄一年，大约伫主前740年左右。伫差不多735年，伫北方有一个亚述帝国。亚述帝国亲像拄困醒的一只狮，想要来吞食
周围才会小国，做国。所以当时叙利亚就是阿兰王，有即个阿兰王甲北以色列国，即两个小国的国家知影即个代志，因就想要安怎，两国来结合起来，想要来邀请南犹大做伙来攻打亚述帝国，总是无拍算。南犹大王却甲伊拒绝，无爱甲因做伙，反倒转南犹大迄个时阵就是啥人？阿哈斯在做王，也就是乌西亚的孙阿哈斯做王。但伊伫迄个时阵，伊反对，伊无爱甲即个阿兰王甲以色列北以色列国来做伙来攻打，所以伊反对的下面换阿兰王甲以色列王两个全咧结合起来，倒来攻打即个耶路撒冷，也就是南犹大。但迄个时阵，先知以赛亚就来考劝即个阿哈斯王，讲你会当甲上帝求一个条头，迄时伫迄个悬的所在，迄时伫迄个深渊的所在，总是阿哈斯王伊无爱，阿哈斯王伊一心就想要爱用国家中间的宝贝、圣殿中间的好的物件，要来诚做贡品，要来诚做礼物来去巴结亚述帝国。伊想要用人的方法来较赢这个世界，所以阿哈斯伊无要听以赛亚的苦劝，伊的心内搁较无要爱倚靠上帝，最后伊就成做一个战败的国家。咱这时阵，咱无法度知影，若是阿哈斯王，伊当时有听以赛亚的苦劝来祈祷，来甲上帝来求一个条头。历史毋知要改写，要安怎发展。总是咱通知影，就是后来伫700年了后，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降生了后，耶稣就成做全世界人类的一个救赎。所以咱会当看见，上帝并无违背仁爱。今仔日第4主日在讲仁爱，上帝家己本身就是疼，伊无离开仁爱。虽望阿哈斯无对伊求讨，总是伊的疼悠远伫咱的中间，在陪伴咱，在拯救咱，互咱直到世界的末日。所以，这个条头讲啥？这个条头就是在讲，要有一个在世女怀孕生囝，你就甲伊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恁知无？以马内利什么意思？感谢主，咱拢认识。上帝甲咱伫地，上帝甲咱伫地。以马内利是上帝赏赐予这以色列百姓因的一个条头。以马内利的条头，头一项，伊是一个主动的记号。以马内利这个条头是一个主动的记号。上帝一再地运行，在掌管，用积极的行动，甲伊的百姓同在。换一句话讲，以马内利是主在叮当的记号。主动，这两字真有意思。主在叮当，主在掌管，主在运作，也是主动。咱知影，阿哈斯王，伊对伊的心底，伊就是无相信这个上帝，伊拒绝以赛亚的苦劝，拒
拒绝来向上帝求一个条头，至到上帝嘛厌恶。有一个解释讲，这个厌烦叫做啥？试验人的耐心。1摆、2摆、3摆、5摆、10摆，气死我无耐心啊啦！连上帝也对亚哈斯来无耐心啊！迄个时阵，上帝安怎主动？你无爱，我就大声甲你讲，上帝伊家己主动，互以色列百姓一个条头，就是要有一个在世女怀孕生囝，就甲伊号名叫以马内利。上帝用这个条头是主动互人的，主动互伊的百姓的。咱知影，诗篇121篇第1节，甲咱讲，保护咱的是上帝，伊无困也无拄眠。保守咱的是耶和华上帝，伊无困也无拄眠。所以咱的上帝真正是24点钟的。伊无时无刻在工作，伊当然嘛袂退休。咱的上帝袂退休。咱有一个过去的一个牧师已经过身啊，吴武成牧师，伊捌讲过，牧会有退休，牧者无退休。牧会有退休，牧者无退休。有真侪人会担心，这个退休的牧者，无有真好的这个生涯规划，亲像我，迄时照所期待来进行，总是某一个层次咱来甲看，有准备真好，有计划真好，但是搁较要紧的，咱爱相信，上帝已经规划咱的人生。咱无需要来烦恼，咱的人生要安怎？上帝早就知影，上帝早就甲咱备办，早就甲咱规划。那安尼，伊阁爱咱会当同款积极、主动来关心阁较有需要的人，来显露仁爱，彼此相疼。当你在关心遐有需要的人，你主动来关心因，这就是仁爱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主动的记号。以马内利的条头第2项，伊是信心的记号，信心的记号。以马内利事实上，伊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伫第16节，伊讲，当囡仔还阁袂晓要安怎放杀歹的，选择好的大生，迄2个王的地一定会受气杀。伫犹太人因是囡仔的成长到伫12岁，应该是讲伫因渐渐成长着的中间，因着爱学习律法。律法当因明白清楚，差不多到伫12岁的时阵，因开始会当分别善甲恶，做判断。所以，当迄个时阵，强恶的帝国伫外口成做一个压迫的溃烂的时阵，国家就亲像伫要互吞食去，伫要互拆散去。咱即摆讲的文攻武吓，这个国家就强要互拆毁去啊！若是安尼，即款的现状，咱要怎样将咱的愿望寄托伫一个遮尔细？遮尔微细，才要出世的红婴仔，要当时等甲伊会当大汉，就算讲伊即个红婴仔是一个英雄，咱要怎样来听候伊，互人饲大，互人互伊家己产生能力，会当来保护，会当来治理即个世界。若是安尼，信心是啥物？信心的记号就是毋是用咱看会到的目睭来看，
毋是用咱肉体的目睭要来看，叫做信心。我看到才相信，毋是。信心是啥？信心是用信仰甲心灵的眼光来看迄个真实的证据。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讲：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就是仰望的实际。退休的传教者也是安尼，一世人大半辈子吼，20-30年内底服侍上帝，一世人掠上帝的圣工最要紧，毋捌得计划头前的路，无计较家己的利益，但是服侍到伫一个坎站，一个年过满了后，退休了后，伊要去倒？伊生活要怎样？虽望咱即马感谢上帝，有团福会的成立，有团福会的这个制度，但是当放落这个职务，也转换这个生涯了后，免不了有一寡丢毒，有一寡毋知要安怎。总是，虽然是安尼，要搁相信上帝一定会引带头前的路站。人生的路有上帝的引带，上帝袂半路甲你丢包啦。上帝一定会用永远的疼来保守看顾咱。所以，这退休的传教者也常常相信，做主的工无空空，做主的工是无空空。有相信所着我所为主奉献的上主的甘纳。第三，以马内利的调头是甚物？是一个成长的记号。以马内利是一个成长的代表。伫以赛亚第7章第8节，才安尼甲咱讲：65年来对敌的以色列首都，伊发现必然破坏。咱会当看见，拄则伫讲，要等迄个红鞋啊，什么时才会当大汉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什么就爱去杀，什么是爱保养，才会当来看到迄个拯救的机会。咸菜无得靠爱等一世人，等个人生世代完结了后，才会当看到淡薄仔迄个光明出来。刘兄仔，咱对信心来发出，毋是安尼就相信，但是爱搁安那，爱尽力，爱尽一世人去持守这款的信念，咱才会当得到勇壮，得到坚固。伫今仔日世间，咱拢知影，活到老，学到老，而且咱着爱健康来老，毋通破病来老。这款的知识甲财物，即嘛是全民拢总知影的观念。伫基督徒的人生观，搁较是安尼，是逐日拢是新。咱的诗歌有新每个新的早晨，有无？哦，逐工拢是新的，每一工拢是新的。咱爱继续来去体会以马内利，上帝甲你伫地，上帝甲你伫地，迄款的欢喜，迄款的成长。咱的信仰日日爱得到成长，咱的信心日日爱得到成长。当咱不断地试遐新的代志，伫历史中的过程中间，咱也不断地学习。虽望肉体会一日比一日较歹，虽望肉体有淡薄的限制，总是上帝有缘，逐工用疼来管握咱，互咱会当伫每一日的中间
来经历伊奇妙的作为。伫你的信仰，咱爱搁一摆来省察咱家己。咱的信仰有亲像安尼一日比一日若深无？若有，你就是有信。上帝甲你同在，上帝临在伫咱的中间。以马内利的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咱日日拢得到忠诚。第四，以马内利的条头是一个传承的记号。以马内利是历史传承的记忆，也是实具遥久永新，也就是上帝甲咱伫地即款的信念，咱毋若爱用咱的心去体会，了后咱阁爱安怎传落去，传互咱的厝边，传互咱的视世，传互咱所毋捌的人。这就是圣诞，咱爱去报佳音，而且真要紧，传承。以赛亚的时代所有言，伫迄个真危险的中间，伊甲人讲，伊讲，即个细汉囡仔要出世，亲像百姓又经过这个灾难、战争的灾难，总是即个红婴仔犹佫会当活落来，犹佫会当生断伊的后代，这就是生命的传承。各位，咱通知影，圣诞就是伫迎祭主的降生。耶稣到伫耶稣的时代，基督的降生，也诚做应验先知所讲的话。咱伫马太福音第1章23节，嘛是安尼写讲，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话，讲要有在世女怀孕生囝，你就甲伊号名叫做以马内利。耶稣基督降生，我搁拄才有讲700年后的代志，搁倒转来咧想700年前的预言，新约来应验旧约所预言的代志。700年后来完成，也就是表示啥？仁爱永远存在，一直传落去，一直传落去。仁爱永远长长存在。我要来分享我最近的一寡体验、体会。我退休已经1年外，退休了后，搁较会当去体会，做代志拢是上帝在安排，做代志拢是上帝在想事。我搁较体会，顺服就带来束缚，顺服带来赐福，顺服就带来束缚。我嘛搁较知影怎样来感恩，因为上帝的恩典满满。搁较知影怎样来祝福，感恩与惜福。退休1年外，人讲你咧无用啥？我讲感谢主。拄则讲，牧会有退休，牧者无退休。这1年外，我做一寡自由工。我捌去南部的教会，受到一个女牧师的邀请，我去做中级训练，有2摆的机会。我有当时得到有个教会需要邀请我去讲道，无做摆，旧年尾甲今年尾。这中间有时我嘛参与东山教会，因有一个叫做长者班，因拜2、拜3、拜4拢有长者班。我嘛捌做讲师去遐来分享，我嘛捌做参像学员，我嘛是老长者，我初老，我去参加因的长者活动。无论要做啥物物件，做面包，做啥物嘿，还是讲要去旅游，半工的、1工的，我拢有甲因参与，甲因做伙，甲因分享生命。我嘛感谢上帝的引带。互我有3个月的时间去帮衬一间教会。
明年我的母会，我的阿兄是长老，做教会的少年团契会长。伊甲我讲：啊，你8月2遐尼好，你毋转来教。所以我明年也安排有一摆的机会，要转去甲老人讲8月2。最近伫网络顶面有看见一个影片，就是一个外国人用台湾话来伫推动爱讲台湾话。伊讲：你若毋讲，搁30年后，台湾话就无去啊！那位兄弟特别，遮若有青少年，若无请遮做爸母的，转去甲你的厝的讲，甲你的囡仔讲，毋那安尼是家己咱爱推行。伫厝内尽量学习讲台湾话，讲毋对无要紧，纠正啊改过来就好。台湾话咱爱保守，若无30年后，咱就无台湾话。这是我这一年外中间所会当做的这自由工，是因为我要搬厝，所以有侪机会，拢去互我甲讲，都歹势，我无够时间。另外一个真无共款的一个感受，就是1个月前，阮的家庭拄着死讯，对阮来讲足大的打击。我的第6个阿兄。的大查某囝上帝惊掉，伫11月13礼拜日透早，也就是即马，迄个间教会牧师娘跟牧师娘送信的这送月，只有39岁，伊本身有心脏病。总是上帝恩典伫伊的身上也满满，伊亲像天使共款的一个人，真温柔、真甜蜜、真有笑容、真有活力。上帝伫年头，互因有一个喜讯，赏赐伊一个婴仔，伫10月底才拄啊生出来。囡仔半个月呢，上帝就救掉伊的性命。对阮来讲，足大的打击，足大的毋甘。伫几个月的中间，也看见华冈教会牧师、长老对代志发生开始，因为迄早起是礼拜早起，牧师就毋敢。影响主日礼拜，因为迄天是大神纪念主日的款。有人去讲道，所以牧师迄天毋免讲道，伊就全咧邀请替任的长老，即时赶去到伫淡水马街病院，伫遐来关心，来帮咱料理遮的后事。毋若看见迄天。牧师甲遐替任长老对头陪伴到尾，后来一个会准备，一个会设法遮个事。顶礼拜拜6火化，入殓火化，昨昏个别礼拜，看见因教会所有的同工怎样来协助，也逐个人拢真毋甘。毋那反呢，也看见，我也听见，对牧师的嘴也讲出，因为我这查某孙仔，捌伫艋舺教会做过干事，艋舺教会一听到呢，遐兄弟大家嘛毋甘，因为伊留落2个查甫囡仔，4年甲6年，红婴仔只有。即马才多满月过，艋
艋舺教会就发起怎样来关心这个家庭。我查某孙仔过身，对阮来讲是悲伤，总是感谢上帝。一粒麦落伫土里，就要生出侪侪的果子。伊的先生甲伊的细汉查某囝，伫12月初4来受洗，受洗咧，将做教会的一份子，将做上帝的囝儿。阮讲，伊是用性命来换性命，因为伊是高龄产妇。后来就是得到这个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吼。因为安尼有侪甲伊的生活的压力等等，上帝煞伊伫世间的劳苦。昨下个别礼拜，阮也知影有花莲、宜兰、台中、彰化、台南、高雄，拢有阮亲人甲朋友对逐所在，拢来关心。顶礼拜入殓，听见讲有差不多130个人，昨昏讲有107个人。这对阮这家属、阮这遗族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安慰甲鼓励。通过教会牧师中级的关怀，通过伊离开差不多几十年的教会服侍的教会，犹佫会倒转来甲伊关怀，艋舺教会来为着因这个家庭来设一个基金。这对阮来讲，拢是一个真大的安慰甲鼓励。其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圣诞仁爱的一种行动的表现。咱毋若去宣扬耶稣基督是疼，实际上伫咱的生活中，伫咱的生命中，咱也为着仁爱来做见证，来有实际的行动。搁一摆来感谢上帝，是因为有上帝的疼，才会当互阮伫哀伤中间，犹佫有气力来向头前来行。我相信这个仁爱的疼，以马内利上帝甲咱直直即款的信仰，伫咱的生命中，伊要发生气力，伊要伫你我逐人的生命中来发生气力。所以今日咱头一首咱所吟的。请来，请来，以马内利。这首诗歌是圣诞节大抗节上代表的一首诗歌。大抗节一方面是咧迎接主过来吼，迎接主将来主要来临这款圣诞节，咱在做准备。另外佫一个就是咱在期待，这个基督，这个耶稣，这个救主。伊第2摆要搁再来到伫咱的中间，伊会再临。所以这首诗歌，伊是12世纪的古拉丁的对唱的一个诗歌，伊属伫这个格里俄的圣歌。这首诗歌对头到尾就咧甲咱提醒，基督第1摆的降临，以及伊要搁来的这个应允。所以迄个5万。放伫咱的中间，5万是基督徒生命中一个真主要的部分。信徒的家乡，最后的家乡是伫上帝遐。日子一个到，伊要亲像光明灿烂的日，赶散遐的黑暗，战赢才会死亡，来带咱倒转去到伫天堂上帝的身边，互咱搁一摆，搁较感谢以马内利的上帝，伊互咱的条头，就是上帝甲咱同在。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以马内利的条头，伊是主动的，伊是信心的记号，伊是成长的记号，伊也是传承的记号。5万咱带着这款的5万，为着咱家己，为着在即，
为着退休这个牧者，咱为着因继续来关怀、祈祷，来扶持帮赞。愿以马内利的上帝日日甲咱三甲同在。那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全能的上帝，愿满心感谢你。你是阮的主，你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你应允阮，你要甲阮三甲同在。你是一位以马内利的上帝。虽望阿哈斯无爱倚靠你，总是你悠然主动将这款的恩典来赏赐予人类。你的仁爱，伫阮的生命中，伫阮的生活中，求主帮助阮。伫这个大港做期，阮真正也会当行一个仁爱，伫阮实际的生活，伫阮的行动中间。愿上帝，互阮伫这个时阵，也感谢过去所有牧长对阮的带领养饲。阮伫遮来纪念，也感谢因。恳求上帝也帮助阮，会当对阮现任的牧者，阮悠然用听来款待，伫大道中来笑脸。求上帝你保守看顾，互这牧者拢会当用上帝你的听来牧养你所交托的羊群。安尼交托甲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用几分钟甲咱三甲来分享退休退休传教者的这个组织退团吼，阮简单讲简称讲叫做退团吼。退团就是一个所有牧者退休了后一个组织，就是分退休的牧者甲现任的牧者无共款的组织。伫退团中间，咱总会有一个总的退团一个组织，然后伫这大组织中间，佫分有北区、有中区、有云嘉分林嘉南台南区高屏高雄屏东花东甲原住民无共款的区域。这无共款区域是方便小区域中间的传教者，恁家己去普通时啊的聚会安尼吼。总的这个退团一年有一摆的年会，差不多伫10月左右10月11月的时阵会办一摆的年会。今年我有去参加，我是头一摆参加这个年会。去年本来是我9月底退休，10月要举办，我是头一个，上短的时间就会当参加。却是因为 COVID-19， 去年取消无办年会，所以我变上久的，我退休年外才会当参加吼。这边参加有300外人参加，这是透过报名才有通参加，所以退休的牧者是真侪人。另外北区北区逐年差不多平均一季有一摆的一个聚会。去年我有去参加圣诞的聚餐，今年还袂办吼。去年参加的时阵，去年差不多180人吼。咱北区这个区域是用牧长退休了住伫倒位迄个做标准安尼吼。因一年差不多有一季有一摆的聚会。我嘛去参加过，这内底有演讲吼，嘛捌有士林教会一个长老讲，不是西乃山的西乃山安尼吼，真趣味的一个讲题安尼吼。另外就是讲有一个旅游有3天2夜吼，一年有办一摆吼，这是退团的牧者因会当安尼有一寡三甲聚会，三甲搁一摆来学习，也是分享退休了后的生活。所以伫遮搁一摆来感谢咱的教会伫过去对退团的关心、奉献甲带导。但退团已经成立有30年的时间，这拢是咱教会有伫交即个负担金来共同支持吼。即马退休的牧者会当安养的这牧者哪来哪做
退团的即个团福会因的经济也渐渐会产生困扰所以牧师的安养金有递减安尼经过开会了，决定了为人薪水是一直加一直去牧师的安养金是因为人哪来哪多，钱无够所以一直递减安尼所以请咱大家来关心即个事求上帝保守咱伫爱慕听牧者即个事顶面咱会当看见咱是有份的，咱有即个责任咱的周报内底拢有页即个咱会当透过即张会当搁较清楚来了解爱慕之友伊有无共款的奉献、野度甲方法今仔日咱若有感动的，请咱会当用即个奉献袋来关心迄个退休传教者即个团福会来奉因的事工需要来奉献，多谢大家。这是咱的吟会用的诗，圣诗66首，圣囝耶稣对天降临，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时感恩奉献，咱请秀美执事、恩心执事来示献。主爱天父，阮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吼，伫阮庆祝耶稣诞生的时，阮嘛要来孝顺上帝。你伫2022年，互阮满满的恩典，叫阮逐项迄个脱离迄个歹的，互阮嘛得着智慧的心。这伫阮甲即个感恩献上吼。教会使用求主原力，阮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看本周的金句，伫酒杯内底吼。咱做伙来读，因为安尼，主要亲自，互恁一个记号，看咧，有一个少年女子会怀孕生囝，伊要叫做以马内利。好，咱搁读一摆。因为安尼，主要亲自，互恁一个记号，看咧。有一个少年女子会怀孕生囝，伊要叫做以马内利。报告的大仙今仔日毋知第一届来到咱当中的无？迄个金鱼姊妹，金鱼姊妹今仔日带伊的婆婆来了。金鱼姊妹伫主日学校，伊的婆婆有来了，婆婆，看行咱欢迎金鱼姊妹的婆婆，好，请毕爱姐介绍。
好，咱欢迎吼。好，毋知佫有第一届来，咱当中好无？好，这是咱来报告吼，看报告的事项。本主日是退休传教士奉献主日，咱感谢张仁礼牧师代表团福会吼来咱本会讲道请安甲报告吼。请兄弟共同来关心退休的传教士因退休后的生活吼。搁再一摆代表教会来感谢张牧师。第二点，12月14号小会决议的事项吼。第一，接纳干事聘任规划职务的说明书吼。过来是接纳为着宜兰2022年爱在圣诞爱在宜兰吼圣诞月的这个活动奉献。第三是接纳服侍同工年终的感谢慰劳费用的调整。第三点，12月20号就是后日啦吼，后日暗时8点到9点吼，伫咱教会有迄个圣诞的太泽烛光教会吼，就是拜日后天晚上啦吼，8点到9点吼，伫咱教会吼有迄个，除了平常时迄个有小改一下吼，就是变做圣诞节吼的烛光祷告会。过来就是即礼拜啦，搁要来即礼拜啦吼，拜六24号7点到8点25吼，伫咱教会有圣诞晚会吼，圣诞的暗会吼，咱有需要5位的陪谈跟进的服侍吼，欢迎兄弟吼，邀请你厝边吼来参加吼。圣诞会煞了，咱就煞落去报佳音吼，就是迄个8点25到10点吼，有报佳音吼。第6点25号就是下一个主日吼，9点半伫咱教会要举行这个感恩和乐的礼拜吼，甲圣礼典吼，以及咱新的年度会长、主日的校长的就任。迄讲有爱餐吼，爱餐了后要开中集会吼。过来第7点，共款就是后礼拜日啦吼，是咱即年度的关校吼，要关校日，所以咱各团契咱年度结束了，若有剩的即个经费吼，拢爱交转去即个方美长老家啦吼。咱各团契今年度的即个收支凭证吼，现金的数甲分类数吼，拢伫请伫1月15号吼交转来教会吼。过来就是请咱各团契开始来备办年度的事工报告吼，就是伫过去即一年吼。搁咱年底吼，各团契聚会场所咱环境的整理吼，咱事工的报告请咱伫后一个主日进前交办公室吼。具体消息的部分吼，就是第一个是更生团契吼，有即个天使树的活动，请咱兄弟吼，若有即个感动吼，咱继续来个关心吼，带到甲奉献。然后就是泰雅尔总会吼，有一个建堂的义卖品啦吼，请兄弟伫公布栏来看吼，咱有了解这个登记。过来就是明年1月12到14号吼，总会妇女事工委员会要举办这个全国妇女人才训练会，报名伫12月23号截止吼。咱若有要了解，再找这个BI 会长吼来了解吼。过来就是明年度1月30号到2月70日，伫新竹的圣经学院总会大专事工委员会要举办咱第60届大专圣经神学研究班吼，请咱欢迎咱的学生吼，会当来报名吼。圣诞月的部分吼，因为之前有报告过吼，就请咱兄弟来过目吼。带到的事项吼，请咱看带导函吼，伫咱的群组内底拢有吼，咱伫平常时祈祷的时阵，就通为着咱的兄弟来带导吼。过来就是一个顶周吼，顶周的出席奉献报告吼，请兄弟来过目。过来就是过来即礼拜事奉的轮节吼，请咱的兄弟吼来备办心吼，备办心准备。
准备过来就是咱的过节的报告吼，伫上落尾即个所在，请兄弟来看吼，若是有毋对的所在，再找干事来作为更正吼。咱请牧师来补充。兄弟平安。因为咱仪式暗有即个圣诞暗会，咱的教会有特别，阁有印制迄个海报，有一寡海报伫咧即个咱的即个迄个招待道遐吼，嘛，迄个海报的形就亲像咱搭伫咧门口的迄个海报共款。即马恩心执事伊拄好放的迄就是咱今仔这海报吼。咱希望咱兄弟，咱若讲亲像讲咱有开店的，是讲咱有熟悉兄弟，咱会熟悉一寡店家，伊会通好互咱来安尼搭即个海报的吼。咱欢迎咱兄弟会用早转去来张贴吼，互咱即个注意到吼，即个学生吼，应用甲着青少年应用真侪时间伫遐来排演，咱期待。会通好安尼有搁较侪人来观赏即个咱的圣诞暗会吼。圣诞暗会毋是干那有迄个戏剧的表演，嘛有咱侪遮安尼，包括妇女团体准备侪遮舞蹈等等遮的吼，着说赞美操等等所以咱安尼期待讲会通好邀请搁较侪人来到伫咱的中间吼。另外就是咱伫咧。头拄伫咧集体消息的第2项的部分，泰雅尔总会、司马县教会，咱来知影原住民教会因咧建堂吼，毋是亲像咱，因的迄个算讲因的收入真有限，所以因拢是用因家己的迄个种做吼，所以亲像讲因种香菇，着卖香菇，卖香菇，佫毋是家己迄落怎啊摕互教会做。迄个建堂的使用，所以咱若是讲咱有需要，拄好咱嘛会用迄个帮衬着即个教会，互因伫咧建堂的顶面安尼无滴到欠缺。咱伫即个公布人的所在有迄个迄个登记表，咱若看了，咱若会安尼有意向想要买，会通好来去登记来帮衬即个泰雅尔总会的即个司马县教会。过来就是。咱伫咧，咱搁过来，即礼拜周间拜5，甲到礼拜，甲后礼拜日吼，即个圣诞夜即个活动的部分，咱游园共款有征召一寡兄弟会用来参加即个游行吼，甲到即个陪谈跟进事工互咱安尼会当共同同齐来参加即个咱一个规个联合的事工吼，安尼以上会特别的补充报告。好，感谢牧师。咱即时同心压头来祈祷。天父的爸爸，阮感谢你，主阮知你是即个世界的主，你是阮人类的主。主阮恳求你看顾阮整个的人类世界，互阮有和平，互阮有平安。阮知伫各国的当中，每一个国家有伊家己的。无算，总是阮了解上帝，你要亲自来掌权，人算什么呢？你已经眷顾伊，恳求上帝，你保守看顾阮这个世界有和平，互阮会当每一日过着平安的日子。主，阮嘛为着阮台湾来祈祷，恳求上帝，你互阮台湾，阮的执政者，互因有智慧、有疼心。搁较疼惜即个土地，甲阮百姓的心，来互台湾成做一个平安、公义的国度。无论是阮经济、民生，无论是阮的外交，无论是阮的国防两岸的关系，拢互阮的执政者，因有智慧来处理，搁较互因会当用上帝公义的心来疼即个土地。主，阮感谢你。主耶稣，我们要特别为着阮教会来祈祷，感谢主，你伫过去这一年对着阮的保守、看顾甲引带，嘛求主，互阮会当过着健全、警醒、倚靠上帝的生活。
求主你来保守看顾阮教会逐项的事工，无论是阮社区的关怀以及参与，嘛，阮伫个70周年建堂事工的准备顶悬，拢会当看到上帝你满满的恩典。求主你亲自来引带保守，嘛，恳求上帝你，互阮每一位兄弟，阮的心灵拢得到永壮。求主你特别祝福，主，我嘛要为着家人姊妹以及伊的囝儿放校来祈祷，感谢主，你对因的恩典，对因这个家族的恩典，特别恳求上帝你继续来看顾。我嘛要恳求上帝你看顾杨志强弟兄，互伊得到上帝你亲自的医治甲保守。嘛特别恳求上帝看顾李正传弟兄，伊伫过来生活的需要以及伊所经历的事件，拢恳求上帝，你互伊诚侪阮的祝福甲帮助。阮看见伊即几礼拜伊的见证甲分享，互阮看见上帝你伫是伊身上恩典满满，诚侪阮众人的帮助。听阮的爸爸，我嘛要恳求你来看顾，引带帮助，搁较医治双如老师伊的先生。互伊的病痛得到上帝的医治，嘛，恳求主你看顾美玉老师，伊的身躯有需要，恳求上帝你亲自圣神来医治伊，嘛，保守因小最近伊伫手术的顶悬，以及刘瑞祥二长老，互因拢一尽平安，上帝你亲自圣神甲因三甲伫地，嘛，保守着王天士老师、高崇贤弟兄。以及方美珍姊妹、爱玲姊妹、赞明弟兄，上帝你甲因三个伫地，嘛看顾银莲姊妹，上帝你保守因身体健康，上帝你保守亲自医治。主，阮感谢你，阮知，阮每一个人的需要拢无共款，总是爸爸你的圣神诚侪阮逐人的帮助、安慰甲扶持。主啊！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嘛恳求上帝你祝福阮，互阮会当诚侪这个社区的光灯，引带搁较侪人认捌主。主，阮感谢你，阮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吟圣诗399首，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吟诗说，咱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上主大仁爱，沉淀你心内，主的疼每时刻，甲你应同在。作眼更偏着你眼珠，比宽太累。做相信保守你对自己，高颜世代。上主大仁爱，应点你心内，主的疼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做眼更偏着你眼珠，比宽太累，主相信保守你对自己，高颜世代。伊万内的主，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主动来进入伫人的欠缺甲需要的顶面，佮你赏赐阮迄个信心的记号来
坚定阮对主你的信，也搁互阮伫主你的带领内面来得到成长，也互阮会晓得安尼继续来用着主你那以马内利的临在，来继续传承主你的同在伫阮甲阮的代代子孙以及阮众兄弟的顶面。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喂。